教宗方濟各上咗天堂，全球聚焦梵蒂岡，等待新嘅教宗閉門誕生。但又由幾時開始，教廷嘅投票變得咁神秘嘅呢？咁就要數翻去800年前啦，因為當時嘅政治派系鬥爭咧，令到教宗選舉拖咗3年都選唔到人。嗰時維泰博市長同埋居民不滿進度，索性鎖起班書記，淨係俾麵包同埋水佢哋吊命。據說仲狼到拆屋頂施壓，逼佢哋選到先放佢哋出嚟。結果額我略十世就係1271年當選，仲頒布法令，從此規定教宗選舉必須以秘密會議 conclave 形式進行。拉丁文意思即係上鎖嘅房間。名副其實，80歲以下嘅樞機主教會咧就被鎖起進行投票，必須攞到2/3票數先當選。而家嘅選舉有屋頂，但係冇手機、冇 WiFi， 真正與世隔絕。過程高度機密，外界只能靠睇住呢支煙通睇賽果。黑煙就即係未選到，白煙代表新嘅教宗誕生啦。陽台仲會傳出一句 Habemus Papam， 呢個人將會成為教會同埋全球14億信徒嘅領導人。就算你係無神論，教宗嘅一舉一動都足以影響國際大事，影響全世界。一注夜香時間到啦，各位使黨，下次見。